就说这个马斯克没白来吧。这下特斯拉监督版 FSD 真的准备落地国内了，招聘需求都出来了，正在北上广深等9个城市急忙招聘试驾测试师，开车月薪可达3万，但是门槛也很高，因为特斯拉要的是马路老司机，需要近1年零事故零违章，驾龄3年以上，每年行驶里程还得超过1万公里，且见过各种加塞、鬼探头、电动车乱窜、逆行等各种复杂路况，还能拍拍衣袖不带走一粒灰尘的老司机，最好会说点英语，懂 APAS， 还得了解 Autofold 的传感器原理。那这个 FSD 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搭载在车上的智驾系统，可以在司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给遇到的行人主动让行，让残障人士先走，甚至碰到救护车还能自动换车道避让。这个 FSD 的智驾系统如此智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底层逻辑代码是基于海量数据，而不是其他。马斯克坚持人靠眼睛和脑子就能开车，车靠摄像头加算法也能行，所以 FSD 是纯视觉方案，需要海量国内真实路况数据训练，这才急招测试师大摸端到端模型。所以这个 FSD 到底啥时候上线啊？